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讀書日誌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嚴肅但好搞笑嘅問題。你有冇覺得自己每日返工、社交、做人，其實好似喺度演戲咁？今日介紹嘅書叫《我根本不存在》，作者陳明 P 喺東大畢業，中年失業之後鑽研東方哲學，喺老莊嘅思想入面揾到人生答案。佢發現老子、莊子呢班哲學界最唔正常嘅人，原來一早喺幾千年前就破解咗人生嘅 bug。佢話既然人生咁難玩，不如就直接承認呢場遊戲根本係虛擬嘅。講到人生如夢，大家聽過莊子發夢變蝴蝶，但陳明 P 喺書入面用咗一個超正嘅現代例子，我覺得每個玩開 social media 嘅人都會明。佢講到自己喺網上識咗個朋友，個 avatar 係一隻得意嘅貓貓，平時傾偈呢隻貓講嘢好溫柔，好體貼人。陳明 P 一直覺得對方係一個可愛嘅女仔，點知有一日約出嚟見面，一推開咖啡店門，係一個50歲、頭髮有啲亂、睇落好普通嘅大叔。陳明 P 當時有嗰種震撼，直頭係世界觀崩潰。但佢隨即悟出一個好深嘅哲理，到底邊個先係真實？喺眼前呢個喺現實世界受盡逼迫，可能啱啱先俾老闆鬧完嘅大叔，定係網絡世界入面散發住溫柔光芒、治癒緊無數人嘅貓貓？莊子會話俾你聽，兩個都係真嘅，亦兩個都係假嘅。當大叔拿起手機嗰一刻，佢就係貓；當佢放下手機，佢就係大叔。我哋每個人每日其實都喺度切換緊無數個 avatar。既然身份可以隨時切換，咁邊個先係真正嘅我？答案係根本冇一個固定嘅我。好多人聽到我唔存在會覺得好驚，覺得咁樣人生咪好空虛。但書入面嗰個觀點好正向，就係因為我不存在，你先至擁有真正嘅自由。大家諗下，我哋平時嘅痛苦來源喺邊度？點解我咁失敗？點解人哋咁睇我？點解我過唔到呢關？呢啲痛苦全部都係建立喺一個好強大嘅自我執着上面。你將自己困咗喺一個叫做失敗者或者係社畜嘅角色入面。陳明 P 話，東方哲學嘅核心教你物化，即係話你同萬物其實係一體嘅。既然人生係一場大型虛擬實境遊戲，你只係以一個暫時嘅角色，咁你以前做過嘅語事，你身上嘅標籤，其實通通只係一連串嘅代碼。既然有 bug，你隨時可以 reset 個 game。我哋可以點樣喺呢個瘋狂嘅2026年活得更自在？呢度有3個建議：練習登出負面角色，每晚返到屋企對住鏡同自己講，今日嗰個做到成隻狗嘅員工只係一個 avatar， 我而家登出咗啦，將工作嘅情緒留返喺遊戲入面，擁抱無用之用。唔好每日逼自己要做有用嘅人，去做啲完全冇生產力但令你開心嘅事。莊子話，最冇用嘅樹先唔會俾人斬落嚟，先可以自由咁生長。重新編寫你嘅劇本。既然你個 avatar 係可以切換嘅，如果你唔中意而家呢個劇本，就去試下新嘅角色。既然人生如夢，點解唔大膽啲發一場好夢呢？最後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，我不存在唔係叫你放棄人生，而係叫你放下負擔。當你發現自己根本冇嘢可以失去嘅時候，你反而會變得無所畏懼。你可以用最輕鬆、最幽默嘅姿態去玩呢場叫做人生嘅遊戲。就算你而家覺得自己係隻迷失嘅蝴蝶，或者係嗰個落魄嘅大叔，都冇所謂，因為呢場夢依然係屬於你嘅。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讀書日誌。如果你中意呢集嘅 podcast， 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嗰個壓力大到爆煲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